第20课，世间的原则。耶稣讲一个譬如，互咱通知影，咱着互腹肚枵的人食，互喙焦的人啉，咱着互出外的人住，互吞腹体的人穿，咱着看顾破病的人，甲受拐伫家宅的人。马太写讲，耶稣伫迦拿山讲一个譬如，耶稣安尼讲。当人子伫伊的应当甲拢总的天使来的时，伊要坐伫伊的应当的座位，伫伊座位的面前，万国的百姓要自责，万国的人要自责，因为爱受审判。耶稣就要分别万国的百姓，亲像一个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，绵羊要伫牧者的正边。山羊要伫牧者的倒边。耶稣的意思不是一个国家的百姓是绵羊，别个国家的百姓是山羊。耶稣的意思是每一个国家的百姓，每一个分别，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甲山羊。耶稣讲，迄时人子要甲正面的讲，恁对我的爸得到分辨的。进前来成结果，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，甲恁背叛的。因为我枵，恁捌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互我啉；我出外，恁互我住；我藏腹体，恁互我穿；我破病，恁看顾我；我伫家呢，恁来找我。迄时，义人要应伊讲：主啊！阮心里时看见你枵，来互你食；喙焦来互你啉；心里时看见你出外，来互你住；藏腹体来互你穿；心里时看见你看病，还是伫家呢，来找你。人子要应义人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徛伫我的兄弟，互人看无起的人。就是徛伫我，恁若互人所看无起的兄弟食，还是互喙焦的啉，还是互出外的住，还是互藏腹体的穿，恁若照顾破病的，还是去找伫家呢的，恁就是徛伫我。义人要入耶稣的国，人子阁要甲倒边的讲，恁受咒诅的，就离开我。入永远的火，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使者所背叛的。恁受咒诅，因为我枵，恁毋捌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毋捌互我啉；我出外，恁毋捌互我住；我藏腹体，恁毋捌互我穿；我破病甲伫家呢，恁毋捌看顾我。遐个受咒诅的也要应讲：主啊，阮心里时看见你枵，还是喙焦，还是出外，还是藏腹体，还是破病，还是伫家呢，无来服侍你啊！人子就要应受咒诅的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无徛伫遮互人看无起的，就是无徛伫我。这受咒诅的要起入永远的刑罚，若是义的人要得到永远活。